一個6歲大嘅小妹妹慘遭肢解，仲要燒屍添噃。而佢個頭啦，更加埋喺屋企嘅後院，而且雙手都被斬咗出嚟，燒到成為骨灰。而涉嫌犯罪嘅係一個13歲嘅少年人，而最後啦，竟然話佢冇罪，仲當場釋放噃。到底係意外誤殺啦，還是係有幕後黑手操縱呢？呢一段發生喺1981年打鼓嶺平陽新村嘅慘劇，隱藏住太多不為人知嘅秘密。讓我哋一齊細心咁睇一睇案發嘅經過。Hello， 大家好，我係二郎神，歡迎你收聽阿媽有鬼嘅港案記事簿系列。今日要同大家去陳述嘅一件案件啦，可以話係一單死無對證，甚至乎含冤莫白嘅冤案。正如點題一開始所講呢，涉嫌犯罪嗰一位居然當場無罪釋放噃。而案件嘅細節當中呢，實在有太多詭異嘅地方啦。而一切呢，就要翻到去1981年6月16號開始講起啦。當日呢，有一場嘅婚宴正要進行啦，就係謝彩嫻個妹妹出閣之喜，而作為姐姐嘅固然就要翻到去娘家幫妹妹去處理好多婚宴上面嘅瑣碎事啦。而佢哋嘅外家呢，就係喺當其時嘅黃大仙一帶嘅噃。而呢個時候謝彩嫻呢，就要將遠在新界打鼓嶺平陽新村屋企嘅3個仔女啦，就交俾佢弟弟阿強仔負責照顧啦。而阿強仔啦，佢個本名係叫做謝志強嘅，當時啦只係一個13歲嘅細路哥嚟嘅啫噃。不過身材啦就生得好大隻嘅，睇起上嚟都有成17、18歲噶啦。再加上性格啦就比同年齡嘅人更加成熟嘅，亦都因為咁樣嘅緣故啦，謝彩嫻就放心將自己嗰啲小朋友交俾細佬去到照顧啦。而臨出門之前啦，更加千叮萬囑囑咐佢啦，要負責3個小朋友嘅3餐啦，同埋要幫佢哋沖涼，要暗佢哋瞓覺嘅噃，更加塞咗100蚊俾佢，以備不時之需噶。之後呢，就匆匆忙忙咁樣出門口，趕翻去黃大仙嘅娘家啦。而謝彩嫻呢，當時係29歲嘅，就同30歲嘅丈夫莫偉忠結咗婚，生咗2個仔女，大女啦2歲噶啦，而細仔先至啱啱出世幾個月嘅啫。但係一開始嘅時候唔係講到屋入邊係有3個仔女嘅咩？冇錯啊，當中有一個嘅小妹妹6歲噶啦，亦都係3個細路入邊啦最大嗰一個。其實佢啦係莫偉忠同埋佢前妻所生嘅女嚟嘅，亦都即係話謝彩嫻啦係佢嘅繼母嚟噶。而呢個6歲大嘅小妹妹啦，佢個名叫做莫雅倫。原來莫偉忠同佢嘅前妻生咗雅倫之後呢，因為意見不合啦，所以離婚嘅。而法院就將雅倫判咗俾佢媽媽撫養，而莫偉忠啦就負責每個月支付生活費嘅。而離咗婚2年之後啦，莫偉忠得知道佢嘅前妻再婚噃，就根據協議攞翻雅倫嘅撫養權。而謝彩嫻呢，當時亦都公開咁表示會將雅倫視如己出，愛護有加，當正佢係自己女一樣嘅。更加但凡見到任何人啦，都會讚雅倫好聰明好懂事嘅。但係後嚟啦，因為屋企嘅人口逐漸增加啦，而莫偉忠為咗要負擔起養家嘅責任啦，就遠赴南非去到謀生。屋企啦就剩低翻謝彩嫻同埋3個小朋友啦，就住喺當其時平陽新村一間木屋入邊。而平陽新村嘅位置啦就喺新界北部打鼓嶺，都好接近內地噶啦。人煙呢就相對係比較稀少嘅，雖然話山明水秀啫噃，但係又真係好偏僻嘅。所以由打鼓嶺平陽新村趕翻去黃大仙娘家啦，可以話攀山涉水噶。不過啦，根據雅倫嘅外婆阿鄧婆婆後嚟向記者所透露啦，其實謝彩嫻呢對於雅倫所謂嘅痛愛，其實只不過係做俾外人睇嘅門面功夫啫噃。雅倫曾經好多次打電話俾鄧婆婆，喊住咁話佢個繼母啦，人前人後兩個樣嘅，經常唔俾飯佢食，令到佢捱餓。而雅倫就讀嘅幼稚園亦都證實過啦，呢個小妹妹曾經2次喺學校暈低，原因就係餓過飢啊，居然餓到暈低，可想而知嘅情況幾咁淒慘啦。而平陽新村嘅街坊亦都表示啦，經常都會見到雅倫喺冬天嘅時候依然係衣衫單薄，
仲有街坊見過佢啦，手腳上面啦都有俾人打過嘅痕跡噶。但係如果問小妹妹嘅話啦，佢就會三緘其口，粒聲唔出噶噃。再加上謝彩嫻啦，平時喺街坊面前又確實表現得對雅倫好好噶噃，所以好多街坊咧雖然睇在眼內，亦都唔好意思多問啦。而鄧婆婆亦都講到啊，當初係謝彩嫻主動提出將雅倫接翻去平陽新村一齊住嘅。原因呢，就係唔想佢嘅丈夫莫偉忠因為經常要去探雅倫，就同住喺黃大仙嘅前妻有接觸，驚佢哋舊情復燃啊。而呢個講法呢，後嚟亦都間接得到佐證嘅，成為咗一件案件其中一個嘅疑點。講翻6月16號當晚啦噃，謝彩嫻喺娘家忙完咗婚禮之後呢，又飲咗唔少酒噃，所以就留喺娘家嗰邊過夜啦。而另一邊廂呢，阿強仔就喺平陽新村嘅屋企照顧嗰3個嘅小朋友。晚飯過咗之後1個鐘頭左右啦，強仔就根據住佢家姐嘅吩咐，幫阿雅倫沖涼啦。就喺用毛巾幫雅倫抹背脊嘅時候啦，強仔話係出於好奇，忍唔住摸咗雅倫嘅身體某個部分。結果雅倫嘅反應好大噃，亦都好嬲咁樣提出抗議，仲鬧強仔啦係色魔添。結果沖完涼之後啦，雅倫換咗衫就追住強仔一路係咁打。而強仔自知道自己理虧啊嘛，所以就罵不還口，打不還手啦。心諗呢一個嘅靚妹拳頭根本就冇任何分量嘅，所以就唔使同佢計較啦。點知雅倫啦突然之間嚟咗一個突擊，呢一拳出奇咁重噃，就啱啱好打咗喺強仔塊面嗰度。而強仔因為受到突然而嚟嘅襲擊，痛啊，本能咁樣咧就一手將雅倫推開，結果就係咁樣啦，雅倫就撲咗喺地上面。咁啱有得咁巧啦，個頭就好似撞咗落地下嗰塊石上面噃，即刻就冇咗反應啦，好似暈咗過去咁樣。咁啊強仔就以為雅倫啦係扮死做緊戲嘅啫，所以就冇乜點理佢，直接就上床瞓覺。結果啦，去到第二日，即係6月17號嘅中午之後啦，鄭彩嫻仲瞓咗喺黃大仙屋企床上面宿醉未醒噃，突然之間咧就接到佢弟弟阿強仔嘅電話。而電話入邊啦，強仔嘅聲震騰騰嘅，勁焦急咁講：哇，唔得掂啦，家姐，雅倫失咗蹤啊！而謝彩嫻聽完之後啦，即刻嚇到成個人都醒晒，所有酒氣散晒咯，即刻亦都叫阿強仔啦出到去附近嗱嗱聲揾阿雅倫啦。但係強仔就話屋企啦仲有2個細路要睇住噃，自己一個人啦走唔開嘅，就唯有等家姐翻嚟之後啦先一齊揾啦。由於當年嘅交通勁唔方便嘅，謝彩嫻雖然已經係勁心急，可以話係心急如焚嘅啦，已經即刻起程趕翻去平陽新村啦。但係翻到屋企嘅時候已經係下晝嘅4點幾，一到埗咋，謝彩嫻第一時間呢就同強仔一齊向附近嘅村民啦、街坊等等打探雅倫嘅下落啦。但係問咗一彎之後啦，冇一個人見過呢個小妹妹噃。於是乎啦，佢哋又匆匆忙忙咁樣走到去雅倫讀書嗰一間嘅幼稚園問一問啦。點知學校嘅老師話雅倫呢一日根本就冇翻學嘅。呢個消息令到謝彩嫻啦可以話係心入邊一沉，越諗越覺得事態嚴重啦。一方面啦驚雅倫會出意外啦，而另一方面啦又怕遠在南非嘅丈夫莫偉忠知道咗之後會怪自己噃。於是就即刻同阿強仔一齊去到警署嗰度報警。最初啦，警方都係以為只係一宗普通嘅兒童失蹤案啫，所以就叫佢哋翻屋企等消息。而鄭彩嫻冇計啦，唯有就向村民求助，一齊喺平陽新村附近繼續咁去揾啦。但係揾咗幾日啦噃，始終都冇雅倫嘅蹤影。而謝彩嫻啦，亦都一直唔夠膽將呢件事講俾佢老公聽嘅。時間就咁樣一過啦，就去到6月25號啦，亦都即係雅倫失蹤之後第8日啦。警方見到呢個小妹妹啦，依然係音訊渺然噃，亦都察覺到案件似乎絕對唔尋常啦，所以就將案件移交到粉嶺警察總部偵緝處接手調查。而探員接咗手之後啦，好快就發現案中疑點重重嘅。當日下晝4點，謝彩嫻就被請到去警署，警方就要求佢重新再提供一份嘅口供。而與此同時呢，亦都派人分別去到平陽新村同埋黃大仙區展開調查啦。一方面要搜查雅倫嘅住處，另一方面呢，亦都要調查強仔嘅行蹤噃。
到下晝5:15啦，案件出現咗驚人嘅發展啦。警方就喺謝彩嫻位於平陽新村嘅住宅後院啦，發現咗一笪野草啦，特別稀疏嘅噃，而且地上面嘅泥土啦有明顯被翻過嘅痕跡，嗰啲泥土啦微微咁拱起嘅，睇起上去就好似一個細細地嘅墳墓一樣，所以更加可疑啦。再加上啲泥土啦，仲係好新淨嘅噃，分明就係近期先至俾人喐過嘅啫。探員即刻就地取材啦，就咁樣攞咗一條嘅竹竿喺泥土上面挑咗幾下啫，即刻已經見到一個人頭啦。而呢個人頭啦，已經開始腐爛嘅噃，而且已經布滿蛆蟲啦，相信已經死去多時啦。而由頭骨嘅大小同埋留住嗰一把長頭髮睇起上嚟啦，探員初步斷定死者應該係一個小妹妹嚟噶，但係當時仲未揾到死者身體嘅其他部分噃。警方即刻就傳召咗女戶主謝彩嫻去到現場辨認，而謝彩嫻翻到屋企之後啦，透過腐爛嘅面部輪廓，最終確認咗呢一個人頭正正就係失蹤咗多日嘅亞倫啦。8日之前仲因為個女失蹤而向警方求助嘅謝彩嫻啦，而家竟然喺自己嘅屋企後院發現個女嘅首級，情景可以話係非常詭異啦。不過警方暫時亦都冇辦法斷定謝彩嫻同呢單案件有冇關係嘅，因為亞倫失蹤嗰一日啦，即係6月17號，謝彩嫻確實係有不在場證據㗎噃，而佢當時啦仲喺娘家嗰度嘅，有好多個親朋戚友可以作證嘅。於是警方咧就將案件初步列作兇殺案去處理啦，亦都按住呢一個方向繼續深入調查啦。而與此同時，另外一邊嘅調查亦都有咗發現啦。警方就喺黃大仙區拘捕咗強仔，亦都將佢帶翻去上水警署開始審問啦。一開始嘅時候啦，強仔仲企圖瞞天過海，向警員講大話。佢話啦，喺6月17號嘅朝早啦，我就依照住姐姐嘅吩咐整好咗早餐，而亞倫食飽咗之後啦，就孭起書包翻學噶啦，之後就一直冇翻嚟啦，就咁咪失咗蹤咯。但係負責審問嘅警員啦，一早已經掌握個線索噶啦嘛，所以即刻當場拆穿佢。你係咪講大話？嗰日根本個小妹妹就冇翻學噶噃。嗱，你好快啲從實招來啊吓！強仔啦，雖然個身形啦就頗為高大嘅，話就話睇起上嚟17、18歲啫，但係始終只不過係一個13歲嘅靚 can 咋噃。面對住警方嚴厲嘅盤問再施加壓力啦，心理嘅防線好快就已經崩潰啦。佢即刻喊住咁同警方坦白一切。強仔話：我冇殺佢啊，一切都係意外嚟噶。其實我心入邊都好唔舒服噶。而之後啦，強仔就聲淚俱下咁樣交代咗案件嘅全部經過啦，包括埋6月16號夜晚沖涼時候嘅衝突啦，同埋佢點樣錯手將亞倫拱開，甚至跌落地下，發現亞倫已經死咗之後，覺得極度驚慌，所以就毀屍滅跡。強仔話當日凌晨4點嘅時候，當佢一覺醒來啦，突然間就諗起幾個鐘頭之前同亞倫曾經嘈過噶嘛，所以即刻咧就走出廳嗰度睇一睇。發現亞倫啦，依然仲係好似頭先咁樣瞓喺原地噃，所以強仔咧就走埋去用隻腳滗一滗佢啦。結果亞倫係完全冇反應嘅，再用手摸一摸啦，先發現亞倫嘅身體已經非常冰冷，而且冇咗呼吸啦。呢個時候啦，佢先知道自己闖咗大禍，亞倫已經死咗啦。當時佢好驚咯，驚被警方以誤殺甚至乎謀殺嘅罪名捉佢坐監啊！於是乎就決定要毀屍滅跡，掩蓋自己嘅罪行啦。而根據強仔嘅交代啦，佢首先就將亞倫嘅屍體拖到去屋企嘅後院，原先就諗住用火啦去到毀屍滅跡嘅，仲潑咗一啲火水喺屍體上面嘅。但係可能當其時後院嘅濕度太高啦，無論點樣點火都好啦，燒唔着噃。結果燒屍嘅計劃就失敗咗啦。而無計可施嘅情況底下啦，佢唯有就攞起鋤頭，就地掘一個坑，打算將亞倫嘅屍體啦，求其咁埋葬。但係埋到一半嘅時候啦，佢又覺得唔係好放心，驚俾人發現噃。於是乎咧，就索性將個屍體斬件，分開埋喺唔同嘅地方。強仔話啦，自己係用屋企嘅菜刀，好輕易咁樣就將亞倫嘅頭割咗落嚟啦。之後亦都嘗試斬斷亞倫嘅雙手，但係唔識點落手啊，所以劈咗幾刀之後啦，就放棄咗啦。
不過佢都幾心思慎密嘅噃，意識到警方啦可能可以透過掌紋識別到死者嘅身份，於是乎啦就將亞倫兩隻手掌劈咗落嚟，再用火將手掌燒到成為骨灰，再混喺泥土入邊燒毀證據。至於點解要將個頭同埋軀幹分開咁埋葬呢？強仔解釋就係話，因為個頭睇起上嚟好恐怖，而當時啦只係想快啲將佢埋藏啫。至於其他嘅殘肢啦，就可以慢慢咁樣處理啦。而除此之外，強仔仲將亞倫嘅遺物，包括佢嘅校服啦、書包同埋一對黑色嘅皮鞋，全部帶到去後院嘅山丘上面放火燒咗佢，故意製造亞倫喺返學嘅途中失蹤嘅假象，目的就係要排除自己嘅嫌疑啊！咁樣就令到警方唔會懷疑到佢身上啊嘛。而警方之後啦，亦都喺後院嘅泥土當中檢獲到類似係骨灰嘅泥土，裝咗入去一個塑膠袋，帶翻警署傳查啦。同時亦都喺山丘上面啦，揾到被燒毀咗一部分亞倫嘅遺物，證實咗強仔所講嘅說話啦。而審問完強仔之後啦，警員即刻亦都將強仔押到去平陽新村嘅空屋入邊進行案件重演啦。而當抵達現場之後咧，強仔就帶警方去到後院山丘某一個地方，起出咗亞倫其餘嘅軀體，只係見到呢個小妹妹嘅軀體啦，已經殘缺不全，而且全身赤裸，雙臂咧係有明顯嘅切口嘅，兩隻手掌咧已經係不翼而飛，而且因為已經死咗好多日啦，屍體明顯已經發脹，而且發出濃烈嘅惡臭，再加上布滿屍蟲啦，所以成個畫面係令人不忍卒目嘅。而喺當晚9點鐘嘅時候啦，法醫亦都奉召到場啦，對於亞倫嘅屍體進行咗初步嘅檢驗，斷定咗亞倫嘅死亡時間啦，已經超過咗1個星期啦噃。至於亞倫有冇受到侵犯呢，就需要等待詳細嘅化驗先至能夠確認嘅。不過法醫官喺檢查嘅過程當中，發現咗一個極不尋常嘅地方噃，令到案件急轉直下，因為喺亞倫嘅頭頂天靈蓋嘅位置啦，有一個好深嘅破洞啊，估計就被三角錯之類嘅利器造成嘅噃。而呢個發現呢，就更加嚴重啦。如果呢個傷口係喺亞倫生前造成嘅，咁案件就可能涉及謀殺，而並非強仔所講嘅意外誤殺嘅啦噃。警方就喺屋入邊進行咗全面嘅搜索，除咗揾到強仔用嚟分屍嘅菜刀之外啦，仲揾到一支大約2尺長嘅水喉鐵，仲有一把鐮刀同埋一把嘅餐刀嘅。而呢啲嘅工具啦，都有可能係用嚟殺人嘅兇器嚟嘅噃。而警員啦，亦都再次傳召強仔去到質問佢啦，點解死者嘅天靈蓋有個窿嘅？強仔當堂大呼冤枉啦，不停咁樣搖頭，喂，呢個我唔知嘅，可能呢個窿係我用鋤頭掘地埋屍嘅時候唔小心鋤到佢個頭造成噶啦。但係警方啦並唔相信呢個講法啦，案情啦變得比想象當中更加複雜，而警方亦都唔排除案件係有同謀嘅，又或者成件事情係有幕後主使人都唔出奇啦。而亞倫嘅繼母謝彩嫻啦，亦都再一次被納入調查嘅範圍啦。但係始終冇揾到直接嘅證據證明謝彩嫻係同呢件案件有關啦。去到6月27號，亦都即係亞倫遇害之後嘅第11日啦。警方經過調查啦，最終就決定落案控告強仔謀殺罪名，而且喺第2日就將佢押到去荃灣兒童法院提堂啦。當時年僅13歲嘅謝志強被控以謀殺罪，而呢個情況啦喺香港嘅記錄上面可以話係前所未有。消息一出之後啦，即刻引起社會廣泛嘅關注，而平陽新村嘅村民啦，亦都紛紛議論噃，因為大家都估唔到殺死6歲小妹妹亞倫，甚至乎將佢肢解燒屍嘅兇手啦，竟然係一個只係得13歲嘅小朋友，而且手段仲係咁殘忍，再加上仲要係死者嘅親人噃，令到人更加係匪夷所思啦。呢件案件一拖再拖，一直去到1982年嘅4月14號啦，終於就喺最高法院開庭審理啦。呢個時候，強仔已經啱啱好滿咗14歲，而控方經過考慮之後呢，將原本控告嘅謀殺罪名改為誤殺。檢察官喺法庭上面陳述案情，指出被告謝志強啦，因為企圖非禮6歲嘅莫亞倫唔成功，
所以同小妹妹發生咗衝突，最終干犯咗誤殺罪。不過啦，強仔透過聘請嘅大律師出庭否認呢個控罪噃，堅稱自己啦只係意外推低咗亞倫，並冇意圖去到殺佢嘅。而法庭上面啦，法醫官亦都出庭作證，表示由於亞倫嘅屍體已經嚴重發脹腐爛，再加上曾經被火燒過噃，屍體可以話係嚴重損毀嘅，亦都因為咁樣冇辦法確定到亞倫嘅具體死因，亦都冇辦法證實莫亞倫嘅天靈蓋嗰一個嘅破洞啦，究竟係生前還是死後造成嘅啦。案件前前後後審咗3日，去到1982年嘅4月16號啦，就由5男2女組成嘅陪審團經過咗3個半小時退庭商議之後啦，一致裁定被告謝志強誤殺罪名不成立，強仔無需答辯，當庭釋放。呢個判決嘅結果啦，令到所有關注案件嘅人都大感意外噃，亦都令人更加心寒啦。一個6歲嘅小妹妹慘遭肢解消失，可以話係死得極慘㗎。但係涉嫌犯罪嘅強仔最終竟然係無罪釋放，沉冤未得超說。雖然強仔被釋放啦，但係呢件案件嘅真相似乎亦都因為咁樣而長埋喺塵土下面，冇人可以再去深究啦。而莫亞倫嘅婆婆鄧婆婆始終都係堅信呢件案件另有內情嘅。佢認為13歲嘅強仔年紀仲細，好可能係受其他人嘅唆擺，甚至乎指使，先至會對亞倫下此毒手。而呢個幕後主使人啦，好可能就係亞倫嘅繼母謝彩嫻。鄧婆婆啦，亦都有提出一個嘅疑問嘅。謝彩嫻當日因為妹妹結婚要翻到娘家幫忙啦，點解身為弟弟嘅強仔唔需要留喺娘家參加佢家姐嘅婚禮呢？反而就要去到平陽新村照顧小朋友？呢個問題呢，始終冇人能夠俾出一個合理嘅解釋。呢件案件審結咗之後啦，打鼓嶺平陽新村就開始流傳咗各式各樣唔同嘅靈異傳聞啦。有一啲村民表示啦，入夜之後經常會見到一個小妹妹嘅靈體，就喺亞倫被埋屍嘅後院竹林附近不停咁樣徘徊，亦都有人聽到細路仔淒厲嘅喊聲，形容得倍形倍聲，話嗰個細路嘅喊聲入邊啦，充滿住冤屈同埋不甘心，似乎係訴說自己嘅冤情。後嚟啦，村民為咗要安撫亞倫嘅亡魂啦，就合資請咗一個高僧翻嚟超度，仲喺亞倫生前就讀嘅幼稚園入邊進行咗燒香拜祭。但係住喺埋屍地附近嗰幾戶人家啦，依然表示到事情其實並未平息嘅。亞倫嘅亡魂依然周不時喺附近徘徊，夜晚仲經常會聽到佢嘅喊聲嘅。而1981年呢一單嘅肢解女童案啦，隨住強仔嘅釋放，成為咗香港歷史上面一單充滿謎團嘅案件。亞倫究竟係意外身亡啊，還是係被人謀殺呢？強仔講嘅到底係真話，還是全部都係大話呢？如果真係有幕後主使嘅，到底係邊個呢？呢一切嘅疑問，隨住時間嘅流逝，已經變得越嚟越模糊啦。只係剩低一個6歲妹妹慘死嘅真相，同埋一段令人唏噓嘅往事啦，就喺平陽新村嘅晚風當中默默咁樣流傳。人世間有好多嘅事情啦，有理說不清。靠住人類嘅判斷、人類嘅智慧啦，往往沉冤未必能夠得雪嘅。好多時基於一啲法律嘅機制啦，又或者人類陰暗面嘅罅隙，真正行兇過一個嘅人渣啦，表面上就可以逍遙法外。但係我相信天理循環，報應係不爽嘅。雖然未必有人見得到，但係每一個行兇者都一定會有佢當得嘅結局嘅。我係二郎神，你聽緊嘅頻道叫做阿媽有鬼。多謝你收聽港案記事簿呢個系列。如果你喜歡呢個頻道，覺得呢條影片值得鼓勵嘅，而最重要係能力許可範圍底下啦，不妨多多益善，少少無拘，贊助一下呢個極難營運嘅小頻道啊！又或者你所睇嘅廣告啦，你嘅點贊、訂閱、留言同埋分享都可以有效咁樣幫助呢個頻道慢慢咁樣成長嘅。再一次多謝你嘅收聽。下一次我哋繼續睇一睇喺過往嘅日子裏面，香港地究竟曾經發生過一啲乜嘢嘅兇案、疑案、謀殺案。繼續邀請你
密切留意阿媽有鬼嘅港案記事簿。